各位关注健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您是否曾坐下来准备享用美味的鱼料理，心里想着这对健康大有帮助，却在事后才发现，盘中的食物可能正悄悄地损害您的脑部、心脏，甚至加速老化。对于超过60岁的长者来说，这不仅仅是理论。根据2023年发表在知名医学期刊《刺胳针》的惊人研究显示，每周仅食用2次错误的鱼类，就会让中风和记忆力流失的风险增加高达70%到80%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许多长者每周都在食用错误的鱼类，这些鱼充满了汞、毒素和隐藏的促发炎化合物，而他们却一直以为自己做出了健康的选择。不过，这也有好消息。根据老年学杂志的最新发现，选择正确的鱼类时，既上可以降低高达40%的阿兹海默症风险，保护动脉，并由内而外减缓衰老。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了解真相。我们首先会探讨60岁后绝不能碰的4种鱼，接着介绍4种您应该定期食用，以保持思绪敏捷、体魄强健与生活自理能力的优质鱼类。这里分享的每一项内容都有同侪评阅的科学实证支持。我是陈医师，欢迎来到这个专注于健康新知的分享空间。我们致力于发掘有科学根据的策略，帮助您活得更强壮、更长久。首先，让我们从60岁后应避开的4种地雷鱼开始。排名第4的是进口鲶鱼。乍看之下，鲶鱼似乎是个无害且价格亲民的选择，它风味温和，易于烹饪，常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鱼种之一。但隐藏的危险在于，如果您的鲶鱼是进口的，尤其是来自亚洲某些地区的海外养殖场，它可能是您餐盘中最不干净的鱼之一。问题出在养殖环境，许多进口鲶鱼养殖场非常拥挤，疾病散播极快，因此鱼群常被施以大量的抗生素。可怕的是，这些抗生素不会消失，它们会累积在于肉中，当您食用后就会进入您的体内。对于免疫系统较脆弱的长者，这会导致抗药性问题，使得未来真正需要药物治疗时效果大打折扣。此外，独立检测曾在进口鲶鱼中发现违禁化学物质含致癌物的残留，且这些鱼常生长在受污染的水域中，吸收工业废水和汞、铅等重金属长期累积在人体内。对于毒素代谢效率较差的高龄者，这意味着更高风险的肾脏损伤、神经系统问题，甚至癌症。另一个隐藏问题是发炎。进口鲶鱼通常为食玉米和黄豆，导致 Omega-6 与 Omega-3 脂肪酸比例严重失衡。过多的 Omega-6 会助长体内发炎，对患有关节炎、心脏病或自体免疫问题的长者来说，吃这种鱼如同火上浇油。总结来说，进口鲶鱼营养价值极低，几乎不含海鲜应有的益处。若要食用，请务必选择符合严格监管的本地产养殖鲶鱼。排名第3的是鲔鱼。数10年来，鲔鱼被视为健康的瘦肉蛋白，从鲔鱼沙拉到罐头意面，它是许多家庭的常备食材。但对60岁以上的长者，这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——汞污染。鲔鱼，特别是长鳍尾、大目尾等大型物种，位于海洋食物链顶端，它们受命长病捕食小鱼，这意味着它们长年累月地吸收并蓄机甲、机汞。当您食用后，这些汞会蓄积在您的神经系统中。
年轻人可能还能处理少量的汞，但长者的解毒系统随年龄增长而变慢，汞会引发记忆力减退、神志不清、手抖及情绪波动，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正常老化或失智症。此外，汞会对心脏造成压力，干扰心电信号，增加心律不整或心肌梗塞的风险。美国医学会神经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摄取过多鲔鱼岛致汞含量偏高的长者，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增加了 65%。令人震惊的是，绝大多数长者并不知道，每周吃2份掌、旗尾或大木尾就可能超过安全限量。即使是罐头鲔鱼也并非完全安全，虽然煎鱼、轻鲔鱼的汞含量较低，但长者若因便宜便利而养成天天食用的习惯，汞依然会逐渐累积。如果您真的很喜欢鲔鱼，建议每个月不超过1到2次，且选择煎鱼类罐，头为了饱、护记忆、情绪与心脏。鲔鱼造成的风险实在太高。排名第2的是国王蒸鱼，蒸鱼常让人困惑，因为它有安全与危险之分。像大西洋蒸或台湾常见的白腹蒸是安全的，但国王蒸鱼却非常危险。许多长者分不清楚其中的差异，而国王蒸鱼是大型捕食性鱼类，含汞量在所有常见食用鱼中名列前茅。对于神经细胞已开始老化的长者，汞会加速退化，导致记忆流失、注意力不集中和忧郁。此外，汞会损害血管内皮，增加氧化压力。对于患有高血压、心律不整或心脏病的长者来说，极为不利。研究已将定期食用国王蒸鱼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高风险联系起来。更糟糕的是，超市或餐厅有时仅标示蒸鱼，除非您特别确认，否则可能误食。美国 FDA 和 EPA 已明确建议长者、儿童及孕妇完全避免食用国王蒸鱼，特别是患有肾脏或肝脏问题的长者，排除汞的能力更差，中毒风险更高。排名第1的是养殖无锅鱼台湾鲷，这或许让您惊讶，因为它非常普及且便宜。但事实上，养殖无锅鱼被许多专家认为比红肉甚至培根更有害。首先，高密度养殖环境使鱼群常与排泄物共处肠胃细菌和寄生虫的温床，迫使养殖者使用大量抗生素和农药。其次是饲料品质为了降低成本，有时甚至使用鸡粪作为蛋白质来源。这种不自然的饮食使鱼肉的 Omega-6 与 Omega-3 比例极其不健康，理想比例是1:1或2:1，但养殖无锅鱼可能高达11:1。过量的 Omega-6 会像燃料一样助长体内的发炎反应，加重关节炎、心脏病、糖尿病和阿兹海默症。研究显示，食用养殖无锅鱼提升的发炎指标甚至高于培根或汉堡。此外，它还可能含有戴奥辛等工业污染物，这些致癌物只会在人体脂肪组织内停留多年。比起野生鱼，养殖无锅鱼的营养价值极低，被研究人员称为海鲜界的垃圾食物。对长者而言，长期食用可能加剧关节疼痛，提高中风风险，并因抗生素残留降低免疫力。了解了地雷、区、线，再让我们转向充满希望的选择。正确的鱼类是60岁后最强大的天然药物，它们富含缓解发炎的 Omega-3、保护骨骼的矿物质，
守护大脑的抗氧化剂，以及维持肌肉强健的优质蛋白质。首先推荐的是野生太平洋真血，虽然它不像鲑鱼那么出名，但对长者健康而言却是低调的英雄。一份真血含有约40克的完整优质蛋白质，脂肪不到2克，热量仅180大卡。这对抗肌少症至关重要。肌少症会影响近半数的80岁以上老人，导致体力衰退、平衡失调。此外，真血是硒的超级来源，一份就能提供每日所需量的100%以上。硒能支持甲状腺功能，增强免疫力，并对抗体内的氧化压力。研究显示，体内硒含量较高的长者拥有更好的认知功能。真血还含有磷、钙和维生素 B12， 能巩固骨质病，维持神经系统运作，避免贫血、疲劳和记忆模糊。由于太平洋真血寿命短，且生活在洁净冷水域，重金属含量极低，其质地细质，易于消化，对于胃肠敏感的长者非常友善。建议以烘烤或清蒸取代高温煎炸，并淋上橄榄油和柠檬汁，以利吸收营养。接下来是沙丁鱼，不要因为它们体型小或常以罐头形式出现，就轻视它们。沙丁鱼是强大的超级食物，它是 Omega-3 脂肪酸最丰富的来源之一，特别是 EPA 含 DHA， 能像天然消防员一样冷，却体内的慢性发炎，改善血液循环并保护动脉。每周吃2次沙丁鱼的长者，心脏病发病率较低，行动力更好，情绪也更稳定。沙丁鱼也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下降，会导致骨质疏松、跌倒风险增加，甚至忧郁。沙丁鱼软嫩的鱼骨提供了最易吸收的钙与磷，因为沙丁、鱼畜、鱼食物链底层，摄食浮游生物，几乎不类鸡、重金属，是非常纯净的选择。它丰富的 B12 和蛋白质也有助于防止记忆衰退与维持肌肉量。第2名是野生阿拉斯加鲑鱼，这被公认为医疗等级的食物，对长者具有转化健康的价值。鲑鱼中的 DHA 能帮助维持大脑体积，提升记忆表现，甚至让80岁的长者依然思绪敏捷。鲑鱼能显着降低 C 反应蛋白发炎指标，对缓解关节疼痛效果显著。每份野生鲑鱼提供约40克的高生物利用率蛋白质能，有效对抗肌少症。鲑鱼那美丽的橘红色来自一种稀有的抗氧化剂虾红素。虾红素能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压力，就像为身体穿上盔甲，支持皮肤弹性与眼睛健康。此外，它还富含维生素 B 群和维生素 D。野生鲑鱼在洁净水域自由游动，污染物远低于养殖，鲑鱼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。最后，荣登第1名宝座的是红鳟。红鳟集结了鲑鱼、真血和沙丁鱼的优点，且极其安全。在严格监管下养殖的红鳟，生长于洁净的淡水系统，无需担心汞或化学残留。它含有丰富的 Omega-3， 能保持动脉弹性。最特别的是，它富含长者极度需要的钾，将近70%的长者有高血压问题。钾能帮助排除多余的钠，自然调节血压病，降低中风风险。红鳟还含有磷、铁、含锌，能巩固骨骼，对抗疲劳病，维持免疫系统。此外，它含有维生素 B3、烟碱素，
能提升好胆固醇，并降低坏胆固醇。维生素 E 与硒的组合则创造了对抗老化的3重盾牌。红尊口感温润，不油腻，且极易消化，非常适合长期食用。总结来说，60岁以后的饮食选择力量惊人。错误的鱼类会让风险累积，导致中风、记忆力减退和关节疼痛。而正确的鱼类如野生鲑鱼、沙丁鱼、真鳕或红鳟，则是每周在为身体注入良药。您今天放在盘子里的食物，决定了您明天的生活品质，决定了您是否能保持独立生活、思绪清晰，并充满活力地享受晚年。您不需要一夜之间改变所有习惯，可以从一小步开始，例如每周将一次地雷鱼替换胃、疗愈鱼。在追求健康的路上，老化不代表退化，只要做出科学明智的选择，最好的岁月依然在前方等着您。您平时最常吃哪种鱼呢？听完今天的分享，您会调整您的晚餐清单吗？欢迎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，让我们一起做出更聪明的选择，活得更强壮、更长久。